Hello，大家好，歡迎咧大家翻嚟我個頻道啦。今次一集咧就會講關於點解我哋要揾公務員嘅職位嘅時候，就淨係揾公務員職位，就不要去揾一啲非公務員嘅職位嘅。首先講講而家即係我哋最新嗰個公務員職位個情況先啦。OK，都係上翻我哋呢個網址啊，csb.gov.hk。你 click 翻咧就見翻呢個公務員職位啦。咁今次咧我咧就帶大家睇下咧，唔係我講嘅，係政府講嘅，即係非公務員職位咧係不會被安排去做公務員嘅。好，咁我哋睇其中一個例子，其中一份工啦，我哋可以叫我哋喺度碌落去望一望啦。好，咁呢個最簡單啦。見到呢個位行政助理，要求學士學位，人工每個月28,725蚊。OK，看似就哇都好高人工喎。咁我哋睇睇即係究竟要咩要求先。OK。咁呢一個要求咧就係行政助理啦，佢入職條件就係香港大學嘅學士學位啦，即係任何一間大學士學位已經得啦。咁就 OK 係啦。中國語文、英國語文考獲第三級或以上，咁就其實就第三級或以上咧，就應該係合格嘅啫，即係應該好低嘅要求嚟嘅啫。OK，即係講白啲，大學畢業人一個，基本上都應該無需工作經驗已經可以入去做。OK，咁我個重點咧就唔係講依個職位做乜，重點就係想講依個職位係不會被錄取做公務員嘅，即係不會被轉職到去做公務員，係冇依樣嘢嘅，大家要明白依樣嘢先。OK，咁依份工又有啲衰衰地啦，聘用條款睇唔睇到啊？合約期不多於10個月，即係最多10個月，一定會俾你第11個月。呢啲工我就極之不建議嘅。咁就睇埋其他嘢先。OK，其實我想 highlight 咧就 highlight 依段嘢，我 highlight 咗俾大家睇唔睇到？我而家 highlight 咗嗰句，咁我讀一次俾大家聽啦。非公務員職位並不是公務員編制內的職位，應徵者如獲聘用，將不會獲公務員聘用條件同埋服務條件聘用嘅。再跟住佢再強調啦，獲聘嘅應徵者咧並非公務員，並不享有獲調派、晉升重點嚟啦，或者轉職至公務員職位嘅資格。呢度就可以證明咧。點解我哋係唔會去考呢啲咁嘅所謂非公務員職位？因為人哋個條款都寫到明，就係話你做咗非公務員，你唔會係不會轉職至公務員嘅資格都冇啊！講衰啲，即係佢已經咧同你咧斬晒纜嘅啦，香港政府。咁所以冇嘅，即係所以我就即係點解成日強調話俾大家知，你想做公務員嘅。你唔好走去做即係呢啲咁嘅公務員，即係非公務員合約啦，就要做翻真係公務員嘅職位咯。咁其實即係其實我對行政助理呢個位都有少少即係少少知識嘅。咁其實咧，行政助理咧就即係政務，其實做嘅嘢咧，我答你同政務主任都好類似嘅。咁我哋又睇翻政務主任嗰個人工係有幾多先？咁我哋又睇翻啦，又上翻我哋公務員事務局個網站啦，3w.csb.gov.hk。睇翻呢個政務主任啦，因為其實頭先剛才嗰個非公務員職位咧，其實就即係政務主任職位嘅。OK，sorry，講錯咗，係行政主任，即係等於行政主任。又睇翻啦，行政主任咁揾幾錢個月啊？OK。好，行政主任咁基本上一入職咧就係做2級行政主任嘅。咁嗰個薪級咧就係總薪級表嘅第15點開始嘅。咁我哋睇下總薪級點第15點係即係幾多咧？
15至27啊，大家同我記住個數先。OK，睇翻15點，人工幾多？35,080蚊一個月。咁呢，一路每一年晉升嘅喎，即係每一年唔係晉升，每一年加個增薪點，即係下年呢，第二年你有36,850啦，第三年就38,715，如此類推。咁我當你真係咁唔好彩升唔到級，我答你基本上80%以上、90%以上5年內升到做一個叫做1級嘅政務主任㗎啦。咁嗱，我當你升唔到先啦，咁我去到第27點係幾多錢啊？61,865。講白啲，冇得升級，唔可以話好好，但係肯定唔係差先啦。揾61,000幾蚊一個月，即係講緊10幾年後。咁所以其實都真係個人工差好遠嘅。你如果你係講緊公務員同非公務員嗱，我哋又比較翻啦喎嗱，recap 翻行政助理同呢個行政主任，其實根本上係做同一樣嘢嘅。行政助理揾幾錢啊？28,725。OK，咁我哋睇翻。依個咁嘅政務主2級政務主任啦，即係新級到第15點啦，第15點係咪到啊？35,080蚊，即係35,080蚊多幾多啊？35,000同28,000，我當你29,000啊，35,000同29,000咪爭6,000蚊一個月咯。咪6,000蚊一個月好好使㗎咯，做嘅一樣喎，仲要公務員喎，仲要有公務員嘅福利喎。OK，咁啊講開福利呢，我又想同大家望一望啊，係啦，即係附帶福利係咩呢？公務員咁我睇下呢度有冇先，稍等我一陣先，應該呢度都有嘅。好，睇下呢個聘用條件先。係，咁就嗱，其實簡單啲講啦，你如果呢度已經有講啦，行政主任即係啦，你獲聘任嘅新嘅行政主任試用期3年，咁就其實所謂試用期3年，大家唔使擔心嘅。其實佢試用期咧，我冇理解錯咧，你佢都要3個月通知先可以離職嘅，就不是即日炒到你嘅。咁所以其實試唔試用期，其實我覺得OK 嘅，即係公務員都其實都冇問題嘅。咁就係啦。咁譬如你話呢個例假有幾日假，咁我相信大家都想知道啦。咁佢就係睇嗰個薪級點去睇嘅。咁啊睇翻啦，行政主任薪級點 OK， 我哋又睇翻老人痴呆啊，唔記得咗啊，唔好意思啊。15點至27點 OK， 咁你睇15點至27點咧，你就知道佢嗰個例假有幾多？15至27 OK， 2000年6月1日起係啦，我哋就係睇呢個啦。咁15至27點，即係你總體收到14點或以上去15點啊嘛，啱啱？咁之後幾多日啊？18或22日。其實我所理解呢，係唔使我所理解啦。個備註就係較高嘅假期賺取率及累積呢，就行10年服務滿10年嘅人士，即係點呢？你一入職唔使講嘅18日18日嘅所謂叫做年假啦。咁如果你話我做滿10年嘅，就有22日，其實就係咁簡單嘅啫。咁呢累積嗰啲呢，就遲啲先再講啊。其實冇乜意思嘅，即係你可以帶啲假落去咁解嘅啫。其實又冇乜着數，好老實。咁就呢個就係佢個年假啦。咁你講一講呢個房屋福利先。睇下佢有冇寫先。佢呢度應該冇寫。我遲啲可能揾翻張 circular 俾大家睇。係啦，咁你2000年大家都2000年6月1號之後就有一個叫做非實報實銷現金津貼計劃。嗱，我冇記錯咧，應該非實報實銷嗰個津貼計劃咧，其實咧就只可以攞10年嘅。係啦，你冇聽錯，係攞10年。咁每個月大概幾錢到咧？咁每個月大概14,000蚊至15,000蚊不等啊。咁都係咁上下嘅，唔會特別多嘅。即係我諗你頂盡都係你去到好高人工先攞都係2萬幾。咁就
係啦，同大家睇翻幾多咩薪級點，即係升到咩級先可以攞到呢？快同大家睇下先。OK， 其實你咧就要，如果你新入職，啱啱大學畢業，2級行政主任，大概你預大概5至8年嘅時間咧，就升到做1級行政主任。咁跟住咧就真係睇你命水啦。有人可能5年，有人可能10年就升高級行政主任。咁即是話，如果高級行政主任嗰陣時，即係總薪級表去到第34點開始咧，其實你已經可以攞嗰個所謂非實報實銷嘅津貼。其實唔使講到咁複雜噶啦，講人話我哋非實報實銷即是什麼東西呢？即是佢出嗰個津貼俾你，你舉例佢出15,000蚊一個月俾你津貼咋，唔係人工啊。咁你會即係你會可以任你點用。簡單啲講，你拎去澳門即刻倒咗佢都仲得。咁我哋簡單數學題啦。如果我啱啱升咗做高級行政主任，我嘅人工係幾多啊？每個月82,330。咁又係數學題啦。咁將82,330再加你當15,000蚊啦。嗰個叫咩非實報實銷房屋津貼啦，咁其實即係幾多錢啊？97,330， 97,000幾蚊喎一個月。咁所以即係呢個就係點解我成日鼓勵大家要入職做文職嘅就主任級或以上，紀律部隊嘅就唔該督察級或以上。咁就其實就係咁簡單，因為個福利真係好好多嘅。咁我諗今日條片咧就解答咗有啲觀眾就想知道，即係點解要揀做即係主任級或以上嘅職位，個薪酬係可以有幾高，咁同埋佢嗰啲年假有幾多啊？有個非實報實銷嘅房屋津貼，所謂房屋津貼其實都係任你點樣用嘅，咁有10年嘅啫，係啦，咁15,000蚊一個月大概數啦嚇。咁今次條片就去到依度啦。咁下一次都希望大家咧覺得呢條片有用咧，就 share、like、subscribe 呢條片啦，subscribe 我哋個頻道啦，同埋撳鐘仔啦。另外，如果大家想即係想睇啲咩嘅職位或者有關公務員點樣可以入職啊等等嘅事宜咧，請大家拜託留言，因為你嘅留言你留咗言，我先知道大家想知道或者想睇啲乜嘢嘢嘅。咁今次條片到呢度啦，咁下次再見啦，拜拜。